路阳刺绣营演奏，去年不用出街时节，阿爸讲会推我哋去路阳。今日下全台湾嘅路阳重提就动到，我哋共下讨论动到摆。最尾先听一只伫半山派交通寒酸离片，终有融融太舒嘅路阳重提。一想到总算做定人类挑剔都市嘅吵闹，挑剔课本嘅词采，做得了台词演接拳嘅好机会。我就开始梦想定接受山南嘅照付。路阳嘅前一餐，我就各国就开始去准备要用到嘅东西，像帐篷、水台、煮食嘅工具、食嘅用嘅行行都会款起来。阿哥和带定几粒研究就唔是离手嘅吉他咯。老太带棋子，阿爸带眼病，大家都想伫2米7带来表扬一下。我老阿妹就请强职务，太太演嘅摩尔，放着嘅保养品、美白嘅面膜，一行就冇手带。今日打造，我就新嘟嘟嘅视察出发，路行嘅风景动静，山墙水墙，表面花香，本日心情更加松爽。半周边呢，我就是到阳体咧，阿爸指挥大家托一搭卡片嘅空体内遮阳，经过点空中。七手八脚，总算搭好2只帐篷。阿妹伫树下嘅雅士路当煮一大锅嘅泡面，底摆又肉又软又青菜，还有各式各样嘅面，像两道皮豆是经流后难的。一家人伫野外体船就食到肚长长的，我明天都是变得舒适，凉风强强的吹来，唔到底是衰脱的。老太放来一只叫梅草，浓爱嘅皮孔，我一录像，其实老梅一时。都快快嘅抢抽屉，我两下又滚又粘，规身爽到lap夾咁，让阿爸睇人食痛流肩邊，我就由每一日嘅天氣後背頂，去到行水順，見速速嘅是跳入水窟度，點亮星星嘅山行水，點熱火火嘅天時，感覺到頭心涼，一直到日頭會落山咧，我就將寬頂有半石痛嘅踩下踩下轉到陽體，大家共下同手準備煮呀。阿哥起火配肉，阿妹煮湯，我老老太減溫處，阿爸煎伫暗疏疏又點清嘅天體之間，我就坐伫火灶旁順打吊死，聽阿哥彈琴講天南地北，半風吹天通嘅火光，照伫大家帶定笑容嘅面臉，又溫暖又幸福，咪係我最記得嘅一擺回憶。用日頭上嘅條管李小鳳見漂亮嘅，阿妹土愛老老妹轉裝下讓家去，一沙茶家去讓到我兩姊妹實實紅劍來讓我就南黑黑笑到嘴角唔滅。阿妹一三年走去屋檐下，雙手捧定喺床對面斗篷度，一隻一隻無數數嘅東西，金皮金剛，很香嘅日頭香味哦。日頭因為有香味呢，我想唔解問阿妹。佢係乜嘅東西啊？阿妹應講，你係條管。食下提一紮床頭兒本來老老妹娘，你床頭兒執走就變條管。天底下2隻竹籃裝兩隻好重嘅床頭兒，一條一條長藍藍又長閃閃嘅，長色嘅頭兒又會變到硬翹翹又烏卡卡哦。老妹木淡淡讓人手行嗰條床頭兒細細上門，你來去做下變起輸了。阿妹雙手寬起2隻竹籃，台上係我老老妹聽人去行。阿妹老床頭細牆，頭面切貼，變落嘅水當泡泡滾嘅大網馬肚，個染掉染落去濕，要掉卡網卡落嘅床頭先托起來，然後用細鑊頭煮，差唔多煮5-6分鐘，床頭變成牆就溜起來，變落高胖肚，提到鍋湯嘅日頭下汁，加講講。只有3日等早水變條管，再個建議這一隻變落油脂台，冷凍保存半年咪唔會壞。嗰條濕熟變亮嘅老床頭兒，阿妹嫌我老老妹聽受白頭人變落溫度，喊交代2姊妹做唔得調適咯。愛做乜嘅下，老妹條我悶，定下唔是啲。
阿美紧讲紧到家后3年前，3点被提出阵线，讲个两姊妹留一粒一粒嘅条线连起来，先两条太好势，两条长长长长嘅条线拍连就做好了。原来也系阿美生日嘅时节最好咩嘅出手，好势就好爽。老妹将近年顶嘅条线拍连唔攀雪，好冇睇到台灯牛师傅发行路，加晚让到最叔叔，大只嘅面皮孔系欢喜嘅笑容。林阿妹加晚煮一台鑊條乾排骨糜，起鑊前含白兩粒麻油卵切細細地嘅加落去搞搞啊，甜白色嘅糜皮起來很香啊。平時時在掉唔共嘅老糜，一碗條個糜是長長，我連飛3碗還唔共煙，是都用一條香嘅條乾，到底下半夢還會調笑。足站用去研究，前幾年留阿提古去留散發，咪一路基本經驗，也係貴族，也係烏入族、馬族、苗族、佞族。阿提古顯訪問講，阿爸唔做乜嘅是按道族，係啊，因為人康人帶神黨，留族嘅關係真密切，族一線都有太用，做得提來起屋，中屋順做得地方，做咩做得變做立坡本記、火從米羅、羅炮，族順做得識。族入族學做得讀中，族外做得做騎馬草結，全個族頭族節不去燒火，火灰提來圍配，根本就係最環保嘅材料。羅屋甘邊對面排太水橋順，有一鋪當國泰嘅馬族，屋背兩間面有一大片嘅貴族林。阿美3本24為經驗貴族學兼馬族入市場製造準備來讀中，其慣用貴族學讀米種，用上馬族入讀班種留門種。最重是族入族學香味到中香化做水氣用到貴族下，這係新冠度記憶最深嘅美事。抗人對筍嘅利用當出名，時溫時草就有加上到筍有關嘅料理，像係溫炕肉做配湯，另外還做得炒肉滷筍乾。其中嘅最好食嘅係阿美滷嘅馬竹筍，切切要含鹽當茶盤，一盤筍做得加腿加碗盤。王牌社會廠貴狀都係做立鋪嘅，做工當有名。聽講年產量幾10萬噸，銷路1塊，賣到全台灣去。這兩時價格屋面前，派人將出轉來嘅族，屋都睇人寫字上網變立鋪，成年人踏出探熱，規街路寫講大清嘅人鬧熱漸漸。不過，天然時代變化，工業化嘅產品大量生產，便宜又耐用，傳統嘅東西是冇人愛嘅。族對成人來講係有特別嘅意義，那係聾人唔少人講，族小兒一徛出來，念詩怪怪，冇事發頭吹寫，頭擺成人那個冇識過族順炒肉絲，一落去，念詩是一浪很唔甘，目前念詩是表出來，不過過2-3日唔記得切，又開始攀徛聾人，該是成人冇乜嘅東西好爽，太刺眼是係記得有料嘅天體。報紙雜的是係收台兒，貴族記憶節是係球棍，攀日草是開始喺天度上野球，對下就上到團舞，一下太學三軍，一下太學風本樣，秋天秋地活動都會顯體去，大概上到太韓拍小韓，一時奶滾滾，每到暗晡時數太人嫌轉將落屋，不過中一芒下嘅，皮愛強狠準備是足少的了。我諗當逢氣候變咗，概念下天氣凍寒，我就將行落秋空屋下，秋空天然就讓中望出，對另一條講，我來去採人將差個門不別離咧，
系介叫食材含强对内容落去，然后我嘅白菜隔体以上，后晚会爽，佢话很慢讲说，我就受到命令咧，去老求公停手，我将对这些屋下行下出，一下子将呢个加强梦面前，阿求伫屋度让到，小到太马上讲，希望呢就讲也求公嘅等呢，冇爱按好错啊，大家未知，系60岁嘅求公错唔系咯，唔系11岁嘅爱。才演嘅差個門飛飛落落嚟，求公留佢超進各刻固定好來。我向前去想去聽數啦，求公講，佢咩咧處處，應該少少少行較快啊，我本佢速度嚟冇夾實。雖然我到求公蘋果比佢行較太巧咧啊，求公還係專愛細細年呢。佢用原先嘅餐，落體嘅別離，我夾夾向前去想去聽數場，佢又講。我估唔曉得啦，樣就好咧。風景見動看，我老風將對象轉成太惡嘅魔來起來，安樣都唔會本佢轉到我嘅兩個地度嘅，讓求公做事，聽佢細鋪，佢係進前一步，我就先後退一步，風未欺負求公唔妥。平常時講話，像鄉里公樣嘅求公，不別離嘅時節，當有耐心，未做到當有功，天天嘅順天嘅步。嘅糟蹋嘅掛天，然後表裏差多黑黑打結嘅，未本佢天天嘅跳開來，然後平常時講話連連貫嘅樣式，全無窮樣，就安樣兩個人，我退後一步，佢進前一步，我退後一步，佢又進前一步，佢話進差個門，不表裏談風講法，很來了求公停手，唔是佢順條感公哦，究竟就談到下面連嘅好風太人來感到嘅上嚟。我老求公當風，求公嘅目珠唔好，見呢下也唔多咧。唔過介時節求公有小定講，有我有讓加一點風。學種菜有別啲研究，你就學期學校安排時間會來搞種菜體驗活動，全班到5年生嘅學長者共下參加。雖然一開始有啲講自家對農業嘅知識唔大，但係經過先生嘅耐心解說，老同學做，本來學到程度是較唔會強嘅。我哋先進行發菜樣，指導先生教我哋樣板顯現適合嘅菜籽。老菜園遠圍地用苗盤地度，再個強鋪一層內的蛋糕，將肉水，一隻過程讓起來像應當簡單，但係要耐心，老細心細意。因為大粒菜籽都按細隻，先生講大括費用3隻菜籽，唔過收量太咧，唔拄好就不用多太多，食材簡單。我哋卡講啲，我識到這個種嘅菜是冇按改哦，撒落去學習獨創，也係我最少嘅。先生示範用辦用天然嘅方式來防治害蟲，唔係直接用化學農藥。我哋學會嚟做天然嘅除蟲水，呢種水係用辣椒到一條植物精油滲出來嘅，未做得利用洗衫粉也係茶膠。我哋呢堂課學咗程度，原來有按到天然嘅殺蟲劑，自家做嘅除蟲水唔但將對環境好，也做得保護農作物。對人來講，咪很較抗健，食嚟很較安心。半夜下晝，談到來天氣碰碰棍嚟上，時間會嘅先生來打天，哇！安太上，我條一群聲音呢，佢哋泡水樣，就將樣到最白白，摸一下就到天大好咧。撒落去做菜上，雖然先生有準備手套嘅本來掉，不過冇人愛帶37隻用手機名呢，本來想起阿妹講嘅，聲音呢愛送呢將會太。背面有人一到重片微微滾，先生講，
冲片有乜嘅好强？有冲片嘅天内卡送菜会上到很卡酱，菜上做好是为了种菜，大家做到无限出彩，总算老菜种好咧。嗰度有药水作葱，很嚟落配，当然有冇强样嘅调路嚟做苞米。嚟到最有成就感嘅是只采收，经过一段时间嘅细腻照顾，你总算有好收心咧。乍转次次嘅抢菜，感受到自家嘅失望有升高咧。正見到先生講嘅強樣，呢條菜係成本重嘅事，重嘅事春嘅醬有好本認識。雖然講呢條菜唔係當醬，但係無毒有機。呢係真實地球老環境，呢係老土地強用強好嘅最好證明。呢條蔬菜係冇農藥菜嘅代表，食材甜又好食，也係本來對江中人嘅艱苦又更加深嘅認識，我冇再個感謝咧。拍人中慢性眼作天氣寒咧，雖然日頭當長眼，不過身體還係感受唔到幾個熱度。第二是也讓到拍拍嘅人對農場變順用電器，相愛對改變韓國戲做唔得顯開啊，阿邦太馬上險。水滾咧，向每天人拍人寫到眼遠唔黑，徛起手想去打開農場嗰個時節，就會聽到阿邦提醒嘅聲音。時間很忙多，你絕對做唔得打開來哦。拍人帶出來嘅香味，我是做得啲變順鹹淡橋蘭水。從細我就好啲阿媽嘅師傅妹停定，好留幾去潛隔壁連沙打嘴鼓，咪好留幾去菜人肉菜雜菜，很好留幾啲做下無限次茶，讓佢將魔術使用啊，變出行行卡卡美食。當你食飯時節係最幸福嘅時間，閒時時節我最忙過年。因為過年前，阿豪聽說會做我最好食嘅鹹飯，未係我對阿鹹派美食印象最深嘅一項。年30嘅前2日，佢會升起米店燙米，全部下後老米洗搶來時會開始蒸米。阿哥講，本拍拍嘅米，啲粒洗咗佢，稍早就會將強樣肉準準嘅哦。我接上就見釀米嘅變化，直到特別釀起來都強樣。我唔係問阿康。米色按叫咗佢做乜嘅都冇變化呢？阿靠是少年講，好水咧，少咗就低咧。天猛講，我就聽見阿好抬起，就去釀米，菜下醬。哇，佢條真勁變態呢！我就帶定碰呢個米去挨板，我就碰負呢個米去挨板，我就固定碰水釀定米，本人送落機器，再天天溜出些拍嘅米醬。我為了阿好聽數開米醬轉，用板推推定，再用石條紮定。阿好對我講，本期一時時間就出水，而家你成日去做鹹飯嘅澱粉配料，阿下行落做下忙一下班，是皮到風從條老油變做好朋友嘅梅絲，再變落切好嘅肉香菇，是個好朋友強下送料，鹹飯嘅澱粉配料就好咧。呢隻時節，貴福建都係香撲撲嘅梅飛，最後將佢哋變落農場開始炊飯。水泡泡滾，讓人拍人出，皮燈香蔥條嘅香味，我當歡喜親像現開蓋啊！阿姐，期待你做乜嘅羅麥行過來啊？有香蔥條梅絲嘅拍人，本來想起阿哥咧，也本來心肝條身體都稍暖起來咧。老羅麥行轉屋下時對定佢講，你過年前來做有阿哥梅絲嘅鹹飯，好冇？香蕉呢些年研究記得阿爸最好是香蕉，近排讓佢對罕見的提出黃粒粒又有條發點嘅香蕉，我條細蚵都會叫鹹氣，等阿爸搬下來，該香撲撲嘅香蕉係阿爸翕嘅，一霎時做得搬到半條天天，不過我還係聽到難唔得，大家成日都快用小面當歡喜，跟我人拍嘅年代係有發點嘅香蕉好食。
像皮到香味，后来水是会嗒嗒滴的。莫讲上架下午嘅时候嘅贵亲来到像天亮样，定样啊会有乜的写的跌出来冇嘅样啊。等睇到嘅时，啥啥行路都会起风，真是风心爱爱，沙皮农田哦，公交好食是好食。啊哈老外就讲，成年嘅做唔得食太多，因为公交动量食到会四度七。古坡沙定讲，专家讲公交有丰富嘅钙，有绕平嘅人未做唔得食超过，营养太好又排唔出真咁麻烦呢。阿公讲唔怕，乜嘅都食得，莫图食就好。胃肠好嘅人。公交式的后续较大条，阿公讲说很哈哈大笑，真嘅啊，乜嘅都唔当命重要，食落肚嘅东西也唔出来，少食一些食材。阿公讲头摆种公交，学日屋下罗轮太细，去公交屋，作念到公交内嘅衫裤是本路，给人满街都系，是各自摆树头，饮水思念，你爱感谢量是种公交嘅人传添加一道外费。也公交较少人种类，后生嘅行日头则唔肯做，那喺拄到风采来扫一年，马街都冇咧，报道冇目睭会穿心肝呢。台湾天气好，一年四季都有出公交。公交最好是总嘅时间长，又香又甜。楼梯细细上嘅门，公交让位弯弯。阿爸用佢写字嘅木线马连楼梯嘅头拿，悠悠嘅讲，公交位弯弯係因为日头照射嘅关系。一套公交有当多条70公下，一条无法度平均照到全部，4条公交为咗成长，3万股对定一条1手，公交就变到弯弯的啊！人生没系安样，爱成法爱成顺就会3万大饼。天下冇百劫嘅盘菜，爱建造就会有好事。番薯连就像念咗，当伊标好嘅时节，阿爸会视察而来接我两姊妹转屋卡。期间我就会度假，听说会打工，会去市场买到嘅冷得，本来就准点心食。一下茶，我仍然就皮到香扑扑嘅梅子，口淡水茶时咧就嗒嗒啲咧。阿爸，佢係乜嘅梅子暗香，做得买本来就什麼？我女唔係講，好啊，佢係配番薯啦。阿爸講。我到阿姐家去买，阿爸顺沙未买一些上番薯，讲我铺番薯甜糖本来就食，转到屋卡，阿姐做就拄唔掉，提起少少嘅番薯上去落嘴。阿爸讲我有规矩，先摕去本阿公食。冇想到阿公沙戳鏡一下講，阿妹愛我冇愛，我冇愛，我想唔記就問阿公，嘅番薯配到香香軟軟，拄好落嘴，唔用冇先呢。阿妹就讲起很细嘅时节，屋卡苦到冇米盘好食，太阴沙叫屋卡太细空肚餓瘡，主盤搶一細細嚟嘅泡米，但個大部分係番薯擦醬，但煮好嘅甜盤將貴下炒炒啊，所以一碗盤就難請得到幾粒泡米盤，年度年從頭都是番薯，食到驚，到你阿見糖到番薯，但係阿爸老愛就講過，番薯係當營養嘅食物，做得幫助消化。对胃肠动好，所以俩个人为了身体康健，就提倡多食番薯来保健。冇想到头摆系穷人食嘅番薯，俩啥变成婚姻粉都有存，名上挑香港上得台面嘅食物。天热，阿妹将几条上番薯剁片铺番薯糖，嘅甜甜软软嘅番薯片，食到嘴肚，甜到心肝肚，连什么都会吞落去用啊！由于病学转到屋卡。法國變地別國嘅番薯是包雅殘順嘅，讓佢容易經常經過，經來經用。我哋研究就問阿哥，番薯冇得呢，讓佢上到安醬咯。阿哥笑講，都將係兩姊妹共用同學學，
一節目就安泰嚟啊，帶伴不卡新嘅希望和煩惱。我想阿可唔係希望我哋將凡事強壯，一生一個帶夢想大天去行出自家嘅人生。